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0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6943例本土病例，57人死亡。指挥中心嘛宣布50岁以上民众会当做第4档咯。美军驱逐舰昨通过台湾海峡，展示美国对印太安全的承诺。中国是批评美国故意制造台海的风险。诈骗集团真嚣摆，警方启动专案12天，抓到上千个嫌犯，查扣上亿金额，跨部会嘛成立打击诈骗国家队。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6943例本土病例，有57人死亡，102例中重症。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7月2日开始，50岁以上的民众第3档让5个月以上，就当做第4档咯。来听指挥中心第部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昨天新增的病例有26943位，境外移入的病例那是253位，死亡病例有57位，那年龄是从90多岁到40多岁。我们今天没有儿童或青少年的重症或死亡的病例。从7月22号起，那我们COVID-19 疫苗第2次追加剂，那我们扩大开放至50岁以上的成人都可以施打第2次的追加剂。那么接种的间隔，那跟第1次的追加剂要间隔5个月以上。那么如果是确诊者，那建议是在这个确诊3个月以后再去接种。从7月21号，从明天起，指挥中心那跟各地方政府会共同来推动我们的幼儿疫苗，也就是6个月到这个5岁未满6岁的婴幼儿，那这个莫德纳的疫苗的接种作业，在公园这个做运动。那散步那很空旷，那当然是不用戴。但是你说我今天在百货公司逛街，那我当作散步。但是因为这样子，你跟不特定对象的这个距离很难掌握，能不能保持跟不特定对象保持这个社交距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评量的标准，还是要同住家人。那如果就是他在的不是同住家人，是不是要戴？那就把口罩戴上。过来已经转好即马天气个愈来愈热，指挥中心嘛宣布讲，伫户外骑奥多摆的脚踏车，甲伫户外做事的人唔免挂喙暗咯。伫人静的所在散步，嘛会当唔免挂喙暗哦。也毋过有专家是真烦恼讲，煞来秋天开始会有流行感冒，若是讲放任免挂喙暗，会影响到防疫。天气真热，真侪人出外挂喙暗是有够翕。根本是挂袂牢。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今日开始，伫外口骑机车、脚踏车，甲伫个工快所在，户外工作人，比如工地施工人员等，拢能免挂喙暗。毋过有专家烦恼，国内奥密克戎新型变异株 BA.5 才拄开始出现疫情，若是放任喙暗，恐惊对防疫不利。你如果把口罩拿掉了，你就很容易污染环境。如果你自己是带病毒的人。那当然，把口罩拿掉了，人跟人之间就也可以直接飞沫传染。骑欧多拜，然后那个相聚啊，然后大家在双载啦这样子哈，那这样其实还是因为说距离太近哈，那如果这当下不戴口罩的话，那还是有个传染的可能。有专家认为，短时间内无适合放任喙暗政策，因为除了新冠肺炎所起来是秋冬流感季节，而且次世代疫苗也无证实，真歹阻挡新型变异株进入社区传播。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强调，重点是工快所在，若是伫个工快所在散步，也是应免挂喙暗。我是散步嘛，我买东西虽然是要买，但是我也是当做一个运动。那当然这样也是可以接受了，所以重点在工况处，而不是在这个所谓它的定义上面。王必胜表示，目前室内外运动时阵是免挂喙暗，室内外个人或者是团体翕相的时阵也是应免挂喙暗。目前疫情继续稳定降温，那评估风险应承担8月喙暗禁令可能会阁继续放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羽球公开赛已经3档无办咯，昨伫台北和平篮球馆开幕。咱个选手戴资颖、周天成、内向的王泽林、甲李勇拢有参加哦。因为国内防疫阁真严格，有部分国外选手对防疫规定阁安排真不满哦。协会是表示讲会赶紧来改善。
4个场地拢当咧比赛，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即阵是第2天，32强。佮看这名单，台湾的选手就占了一半。原来是有部分的外国选手申请签证验 PCR， 才发现阳性确诊，无法度上飞轮机，临时退赛。会退赛原因是因为前一站的新加坡有一些选手阳性确诊，那因为新加坡的防疫方式是他们入境不需要 PCR 检测。退赛的名额大部分拢是台湾的选手甲报起来。羽毛球协会20统计，拢总有25个国家甲地区，389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不管是倒一个国家的选手，拢爱带防疫旅馆、坐防疫专车去比赛场地。都外国选手反映讲，接送的措施无啥周全。Overall transportation. Oh, okay. I think maybe that one is a little bit inconvenient. Okay. Sometimes we must leave 2 hours before our match. We must leave, and it doesn't fit with our schedule too much. 选手村都有接待组的人员，那其实他是可以跟大会来反映的。若记者要采访，就要请工作人员到3工，敢若会当行麦克踮记者室伫荧幕头前收音。采访的规定比东京奥运2公尺的社交距离更较严格。羽毛球协会解说讲，当初送计划去指挥中心审查的时阵，互要求讲媒体袂当甲选手直接接触。虽然目前台湾当咧放零防疫，不过就要国局处甲体育署会勘许可，才会当调整防疫。所以目前选手甲记者也是爱遵守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军库格兰班福特号将通过台湾海峡，但是美国对印太安全的承诺，国防部表示拢有掌握。中国嘛批评讲美国故意制造台海的风险。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嘛接见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比尔是呼吁中国停止威胁台湾。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新闻稿讲，有一只波克级的飞弹驱逐舰班福特号19这天通过台湾海峡。声明表示讲，这边的自由航行的任务，表明美方对印太地区的隐视。因为班福特号16只入去到南沙，研判应该是为南平向北平探过台湾海峡。通过台湾海峡北驶期间，国军全程掌握我周边海空域的相关动态，状况均正常。班福特号通过台湾海峡，共军东部战区发言人19这天表示讲，全程拢有跟踪甲警戒，批评美国伊安尼定定咧挑战、创手制造台海的风险。不二个平面媒体的报道嘛讲，中共山东号防空母舰19这天互记录到现身伫个台海中线以西。南下通过金门外海，亲像是互这个西南边空域咧酷射美国空军 RC-135锁定着目标。中美这2只军舰，是毋是有可能伫个短时间内请瓦达来做务咧？ We admonish China not to destroy Taiwan's plossing, but to take an active and constructive part in maintaining and securing the current status quo based on mutual and respectful dialogue. 总统蔡英文伫个20这天早起接见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比尔表示，欧洲对中国已经偷偷趋向单方向改变现状的做法，表示真严重的关切。强调未来敢若有台湾人会当来决定台湾人家己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诈骗案件真正是非常的多哦。广达电脑的创办人林必理的太太嘛传出讲哄骗5000万，为了要抓诈骗，警方启动专案，伫12天内底就抓到上千个嫌犯，嘛查扣上亿的金额。中央嘛成立跨部会合作，要来成立打击诈骗的国家队。伫个国大科技场合，现在受到邀请参加。广达电脑创办人林必理，事业是一直扩大。因来因牵手，顶一日煞哄骗5000万起。当伫个落雨去互撞到，即个姓朱的嫌犯是林必理牵手因朋友，设局陷害，骗人投资境外资金，根本就是一场骗局。警察啊！下，跑掉！跑掉！跑掉！透过人面册铺假的引导的广告，约见面了后，甲民众软禁起来，甲讨价金铺仔摕来做人头口座，诈骗的手路是百款。中央启动抓诈骗的专案，12天内抓到免2000个嫌犯，靠阿不法的金额有甲亿外。我刚批核定增加14亿，要做这一方面的努力，打蛇打头，对情节情网，对不法组织都一定要追到底。为了强化抓诈骗的能量，中央下部会合作，20成立抓诈骗的国家队，展开更加积极的作为。
要做的代志，包括发1亿2千万条防诈骗的简讯，透过 AI 分析，用关键字等等的方式，伫科技的简讯发出去进前，互电信业者迄边提早甲查落来。按算每一年会当阻挡3000万条这种的简讯，而且甲5000个人头号码停掉。买设立金融考照已经的机制来比证。我们期待在这个策略之下，我们可以达到4大目标：阻诈骗、挡金流、毁工具、清集团。这个包括内政部、金管会、法务部、甲 NCC 等等的单位，全体总动员，要来预防诈骗的案件节节发生。因为新形态犯罪模式手路一直变化，这个抓诈骗的国家队效果啥款，各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资讯安全有警报，Microsoft 公司的报告指出，讲台湾去年受到属金软体攻击，是亚太地区的第5名。虽然咱国有资通安全管理法，也毋过只限公务机关哦。专家是认为应该赶紧修法，互民间嘛适用，嘛建议讲推动资安保险来保障企业。资讯科技旺盛发展嘛，来引起资安危机。根据微软公司的报告讲，台湾去年互人即高管软体攻击，徛伫亚太地区是第5名。加上即几年来大型网络攻击企业，致使客户机密的资料外流，显示出这卖资安危机。毋但是企业，民众嘛正做上大的受害者。面对数位转型的时代，立委甲学专家拢做伙咧呼吁讲，政府都要注重治安，就是国安。勒索软体的这个攻击呢，它其实远大于一般这种恶意的程式。那甚至呢，现在我们已经从早期就是单纯的无差别攻击、随机攻击这一类，已经转成是非常具有目标性，而且是那种合纵连横式的关键设施目标攻击。必须要定期的评估，并依据现况来动态调整我们的治安防护策略，还有设备部署。然后，并且可以在资讯转型的过程中那我们必须要安排治安团队能够去参与整个过程，来去降低整个风险。数位转型改变组织营运，创造更加侪价值，不过嘛增加网络受到攻击的范围，特别是骇客因新型的攻击手法，互公部门企业安尼真恶咧防。虽然咱国有资通安全管理法，不过干那限制的公务机关，专家认为讲有修法的急迫性，都要紧的来分化到民间。金融单位已经开始在对云端提供的服务业者做稽核 ，OK， 这个是只有金融单位在做。我们数位发展部即将要成立了，那下面会有治安全署，那相关的治安法的程序呢，会做相关的适应的修法。因若数位发展部资通安全署会成做咱国的治安主管机关，要安怎来针对资通安全管理法来做修法，也佫有建立资讯安全风险的评估机制，这拢是外界注意的焦点。专家嘛建议讲，台湾都要随时来做，来策动资安保险，协助企业来得到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外研究机构拢调降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认为应该无法度保持。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认为，国内疫情缓和，内需的产业应该会袂歹。今年的出口上半年嘛已经超过2400亿美金咯，比去年成长将近2成。尤其是新南向的市场，去年出口东南亚国家的金额嘛已经超过825亿美金，所以认为应该无遐尼悲观。跟上台商脚步，前进新南向，前进新南向。政府继续布局投资新南向市场，总算开花结果。去年新南向市场出口金额超过825亿美金，进口将近665亿美金，整体贸易总额有1490亿美金，创历史新高。去年台湾和新南向国家的贸易额创下了149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我们也和菲律宾、越南和印度更新了投资保障协定，为台商朋友提供更完善的投资环境。不过，外界烦恼为今年开始开启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到时阵台湾贸易竞争对手国，包含中国、日本、韩国等，出口货品会有较低关税优势，国内部分产业恐惊受冲击，尤其是传统产业，包含机械、石化、纺织、食品等影响上大。这个 RCEP 的部分，对台湾的影响其实是。不是太大。传统产业的部分，那我们台商刚好也都有做分散的布局，上游在台湾的这个生产，然后下游的这个制造在新南向有布局，所以这个也确实可以减少相关的冲击。
根据财政部统计，今年6月新南向市场金额有73.9亿美金，历年单月上好。直到6月出口也比去年成长差不多24%，排伫美国后边。虽然目前国内出口主要还是靠中国，不过最近贸易策略一直调整修正，提悬新南向，佮透过3角贸易降低关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开始了，国民党的蒋万安早起针对疫情佮台北市的医疗环境提出政见。今仔早起，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嘛去网咖龙山寺参拜。蒋万安是批评讲，过去卫生福利部的官员讲哦，网咖是防疫的空棚，对网咖造成伤害。但市长有做解说，嘛回实的。更科技，更在地。引入 AI 科技，加强对时代女性有影的照顾，也要加强未来应对新变种病毒的防疫甲医疗。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提出医疗政见，目标针对2位对手：现任的副市长黄珊珊、前卫副部长陈时中。尤其民进党陈时中7月20日去网咖龙山寺，蒋万安也质疑过去卫福部的官员讲网咖是防疫空棚的讲法，这是对网咖造成真大的伤害。目前我们台湾的死亡人数达到8000多人，重症也是8000多人，而这样的警讯都是之前我们的前指挥官所留下来的烂摊子，所以绝对不是如指挥中心陈指挥官他们所说的是破口。我想这样的伤害已经造成。支持者日前发动选，要互陈时中支持。西门町大汉的陈时中毋若到龙山寺，前一天佮到大稻埕升空庙，除了到信仰中心争取基层的支持，也要针对瓜市府重要政绩西区的特线翻转，这是有对黄珊珊对答的意思。陈时中讲会伫网咖的文化支持之下，提出科技智慧城市的政策，互网咖更愈好。伊也搁再为防疫空拍的讲法回实咧。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那有一些的言辞，恐怕用词不是很精确。那如果任何人因为这样有伤害，那我也必须要诚挚的道歉。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COVID-19 不是人跟人的斗争，也不是人跟人的战争，是人跟人在合作对抗病毒。陈时中受访问的时阵，也有民众走来甲伊呛声。在众人的主动之下，并无发生冲突。也若以无党籍参选的现任副市长黄珊珊，透早无公开行程，会伫下晡参加一场文化活动，时到搁再回应2位对手。记者综合报道。公平会伫顶礼拜接打通过全联并购大润发，统一集团昨暝开记者会宣布讲，以291亿买发商家乐福6成的股权，统一集团会成做是咱国内上大的零售业。交易完成后，统一企业与统一超商将分别持有台湾家福股份有限公司70%与30%股权。本案预估的交易的金额，统一企业的部分为新台币239亿元，统一超商为新台币51亿元，合计新台币290亿元。统一集团的统一企业是摕到台湾家乐福7成的股份，统一超商是摕到3成。外界质疑讲，敢有独占市场的问题，统一是表示大卖场、超市佮有超商并无相同，所以应该是无这个问题哦。公平会后续嘛会针对市场封锁佮限制竞争的方向来审查这笔交易案。再来看去年中华的交友大楼火烧，造成4个人死亡，20外人受伤哦。监察委员叶大华甲蒲忠成调查嘛发现讲，中华县政府看机关的协调出问题，嘛无好好监督，所以提案纠正中华县政府。中华县政府是表示讲，已经针对火灾抢救的效能，佮有救灾安全来提出改善的办法，嘛佮继续来检讨改进。高高的乌烟向顶悬称，这是去年6月底发生伫中华交友大楼的火灾，造成4人死亡，20外人受伤。监委叶大华、蒲忠成启动调查，发现这大火原因是乌烟向顶悬称悬，安全梯加做烟筒效应，阻断消防人员救灾甲民众逃生的路径。看到彰化县政府在跨机关的协调上不周，监督不力，整栋大楼闲置空间，它的这个防火区划失效。
的问题。那建设处、城管处也没有善尽审查监督的责任，让这个相关资讯的横向联系跟勾稽，可以让消防局第一时间掌握最正确的资讯。监委点出消防局伫火灾时阵无落实灾害抢救三层安全管理机制，中华县政府跨机关协调不周甲监督不力的问题。同时，公有大楼防火避难设施是伫失灵状态，中华县政府也无善尽监督责任，所以提案纠正中华县政府。针对它的里面有一些行政程序上不完备的地方，其实业管单位他们都已经很努力的在这一段期间里面积极的去筹整筹划嘛，涉及跨机关协调的部分，彰化县政府形成公共安全的汇报，随时定期的去开会。中华县政府表示，已经针对火灾抢救效能甲救灾安全提出具体措施，有缺失的相关人员也依照规定处罚。若是还有检讨无够的所在，会搁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化公司的中化厂，伫2016年要申请操作许可证等延，向中华县政府退回，工程就停工。台化申请国赔，1审是判就县政府爱赔台化4亿7700万哦。中华县的环保局是表示，当时是因为台化违反环评的承诺，才不准等延，会研究来提出上诉。今仔嘛有环团伫中华县政府的头前来表达讲，因支持上诉，要求台化公司离开中华。台化污染，县府加油！环保团体徛伫中华县府头前，喊县府加油，赶紧上诉。中华地院这个月18判决，中华县府爱国赔台化4.77亿。环团讲因真歹接受，除了批评台化阿爸，嘛烦恼讲地方政府的行政裁量权无受到尊重。只想改而不想变更，我想彰化人没办法接受这样子。我们要变更是你符合环评的最低的标准嘛？你为什么不服？你有何不服呢？甚至你污染了我们彰化市民这么久。台化的操作许可证，伫2016年9月早就到期，中华县府2届拢驳回延长申请，而且要求停工。台化嘛提起2届诉权，环保署2届拢撤销中华县府的行政处分。台化向县府讨国赔拒绝，后来东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环保团体批评台化实在收超过，发动联合拒绝买台化产品。中华县环保局表示，当初的驳回延长许可申请，是因为台化的3座顶楼长期以来拢无符合环评所答应的事项。它有所谓的环评承诺事项，至于环评承诺事项是规范到哪一个范围，这个部分就是跟台化之间认知比较差异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导致说他许可申请的时候，就希望依原许可进行申请，而不愿意做修正。中华县环保局表示，台化长期以来拢无达到环评署所做的保证，佮使用较卡少的涂炭，使用量嘛超过限制，违反环评的规定。照法是袂使延长，还佮定申请。等若接到判决书了后，会佮建议上诉。因那台化目前是也唔愿表示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政府昨公布一份5档做1届的环境报告，指出讲澳洲的自然环境各有生物多样性哦，因为火烧山甲khai化，各有咱人类的开发甲全球暖化受到影响，嘛豆豆的消失。5份新上任的工党的党政府是表示讲，因会来制定如何积极减碳目标来恢复生态。2019到2020年，乌色热天也会伫澳洲东南部国家亲像生态炸弹，30亿只野生动物安尼死亡或者是流离失所，超过800万公顷的林地正做涂炭，恢复对河水入海地区海洋生物死亡是当地这几年来上严重的环境冲击。不过威胁不只是安尼，20世纪初以来，澳洲陆地温度已经升悬1.4度，扩化人为开发甲酸污白化等大范围自然环境破坏，包含国宝无尾熊在内，受威胁的物种名单愈来愈长。We deserve to know that Australia has lost more mammal species to extinction than any other continent. We deserve to know that threatened communities have grown by 20% in the last 5 years, with places literally burned into endangerment by catastrophic fires. 这份5年一摆的环境报告是一个警告。保守党政府去年12月就接到报告，不过受烦恼影响选情无公布，消极的环境政策让选民真失望。
5月大选了后，新上任的卢港党政府誓言要赶紧改革脚步，希望下礼拜二新国会开议了后，制定更加积极的环境目标，让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3%，佮推出系列生态保护措施。Our government will set a goal of protecting 30% of our land and 30% of our oceans by 2030. We'll explore the creation of new national parks and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cluding by pursuing the East Antarctic Marine Park. That's what we need to do pretty quickly. Otherwise, these endangered species will go extinct, and they'll do that in our lifetime. 在这时阵，也有一定环保人士伫维多利亚州议会外口示威，呼吁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辑。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视察台北捷运信义线的东园工程，这段工程和捷运人员形容讲是史上上困难的捷运工程，目前的进度大约是60%，预计明年底会完工。穿反光的架挂工地安全帽。台北市长郭文地去台北捷运港珠洪天宫站的棚空，了解施工的进度。信义区福德街车路下骹施工的工程，民国105年开工，目前工程的进度差不多是59.8%。棚空挖的速度平均一工差不多是2公尺，因为地质复杂，大大增加施工的困难。下面都是岩潭，那岩潭是年代相当早的，叫大寮长，它的硬度相当的硬。大概都是达到了我们现在混凝土280的4倍。连接上山站甲港珠洪天宫站的棚空，差不多有490公尺长，目前已经拍通啊。因为当地地质无平均，浅层的土坝像乱土，深层的岩石佫定曲曲，而且定的程度超过原本按算的4倍，去互施工的人员形容是捷运历史上上盖困难的工程。他们号称是捷运盖了30年来最困难的工程。他说所有在工程上会遇到的问题，在这一段通通都有。目前到现在为止，工程已经进到59.8%了，还算按照计划在进行。而地面有10楼深的棚空，湿气重佮凹陷，要挖这个棚空是真无简单。捷运局表示，目前上困难的部分已经解决啦，即马已经完成暂体开挖的作业，按算会伫112年完工，带动信义区甲南港交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台61线是真侪刷车车、大货车拢会经过的路段。云林的台西分局19接到民众报案，讲有真侪台的刷车车违规停车，可能是要规避地磅哦。警方嘛针对这6台的刷车车开出罚单，拢总是罚42万。警方接到通报，随赶到现场，因为这几台沙石车敢若是为着要逃过地磅的检查，19透早6点外违规挡伫台61线西边快速道路桥头引道附近，道民众烦恼讲会发生意外，赶紧通报警方。接获报案，有多辆砂石车聚集在台61线南下桥头匝道附近，影响交通。查看所立即前往查处，并请求卖寮所同仁协助。警方表示，迄当阵警方当咧南查临检，一寡沙石车敢若都是为着要逃过检查，才会临时挡伫遐。警方到现场发现有6台车违规，无照规定使用专用的车厢，记着过磅，甲因开单告发。那这些砂石车业者疑似就是那个躲避我们警方的稽查，那个拒放的部分就会被开罚，最低就9万元的罚款。那个载运砂石未使用专用车厢的部分，会裁罚4到8万，那一般就是裁罚6万的部分。警方表示，针对6台违规的沙石车开8张罚单，拢总罚超过42万。因为台61线是真侪沙石车、大货车会经过所在，台西分局为今年开始到7月中，已经抓到1064件沙石甲大货车交通违规的事件，呼吁业者唔通急扣扣要闪过警方的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伫7月份推出6条新路线的公车，尖峰的时段10分钟就开一班车。也毋过民众发现讲，这几班车拢无经过南屯。交通局是表示讲，因为统计显示南屯的公车较少人的坐，这嘛已经有4个捷运站设站咯。彩色的枪位啊，请真侪民众伫遮翕相做纪念。彩庆关村是台中南屯区出名的观光景点。大部分的游客拢是赛车，也是家己骑车来。
市府7月开始宣布启动6条干扫公车，不过煞甲南屯区绕沟去，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是感觉真意外。开车的。对。那为什么会选择开车的方式？因为不是台中人啊。你是从哪边外地来？台南来。台南来的。对，资讯我可能不清楚。对。所以不知道坐哪一台。对。我个人的话是蛮常机车的，所以对这种独漏南屯的状况来说，我就是个人就觉得还好。但可能对南屯就是这边居民有点稍微不方便吧。台中市6条干扫公车，分别是以复兴路、中兴路、台湾大道、中清路、中德路、甲北屯路做主要的路线咧推动。尖峰时间10分钟一班，离峰15分钟一班。不过，拢无经过人口数有18万的南屯区，引发民众批评。不过，台中市交通局是表示，南屯主要的道路公益路甲5权西路，每个月公车运量仅11万人次。加上捷运的绿线伫咧南屯就已经有4站，公共运输量已经有够。以台湾大道每月约250万人次最多，其次为崇德路55万人次，接续是北屯路45万人次，中清路及中兴路各33万人次，及复兴路24万人次。因此，交通局优先在这6大路推动干线公车。市府表示，甲台湾大道每个月公车运量有250万人次比起来，南屯区干道差伤济，所以暂时也未纳入第1阶段干线公车的范围。不过，为着鼓励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未来慢看实际情形，扩大公车路线范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防部军备局位伫高雄的林武营区已经爬远30多档了。市政府向国防部来借地整理正做公园，8月底特别完工了。也毋过有护树团体是认为讲，这个工程撤掉伤侪树仔了，等到是破坏着原始的生态。几个人做伙打树仔揽的翕相，高雄市长陈其迈20号透早到军备局林武营区巡查，这块16公顷的土地已经空30几档，烦恼造成治安问题。市府向国防部借地规划做森林公园对外开放，但立法工程选予护树团体认为刷掉伤侪树仔，无尊重原本的生态。这就是自然的森林的样子。台湾你去柴山，每一棵树都长那样。如果依照这个标准，柴山所有的树都要砍掉，那这样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要做森林公园，它只要把步道开起来，2侧1米，做一些简单的除草整理。比对立法前后的相片，协会表示，营区的树仔红刷掉至少一半。高市府解说，营区本来有10几栋废弃的营舍，加上树仔真济，造成内底真暗，民众唔敢入去，才会决定整理。目前看到空地大部分拢是听营舍空落来，唔是刷树仔造成。我们只是把那些比较枯死的先把它整理，那你可以看得到后面这些树一棵都不少。只是把那些整个营区当时有营舍，先把它整个拆除所以这些我们都很虚心接受。市府认为刷掉的是杂木，护树团体却认为杂木就是自然生长的森林，双方认知角度无同。因为营区特别伫8月底完工，怪手当伫加紧整地。立法工程虽然是好意，护树团体犹原期待市府有更较好的做法，互人甲树仔共存。记者陈焕宇、柯正俊高雄报道。花莲又搁发生堵水的意外，来自桃园市场的一家伙仔，撞去秀林乡的溪边耍水，2个查囝跋落去清水区未晓游泳的爸爸赶紧跳落去水里救查囝，结果2个查囝互救起来，爸爸家己刷堵水过往了。救家己查某囝刷不幸堵水的爸爸，被附近廖溪教练甲家属为水内底游起来了后，一直 CPR， 毋过好亲像无效，边仔民众也赶紧报警。爸爸2个小孩子，因为他是想去救2个小孩子，那个2个小孩子就会游泳，可是爸爸不会游泳。这意外是发生伫19中昼，为桃园来市场一家伙仔去秀林沙坡塘北溪耍。11岁到8岁2名查某囡仔不幸落入深水区，43岁爸爸无顾家己苗受水，冲入水内底救查某囝，最后囡仔虽然救起来，毋过堵水的爸爸却救袂回来。现场患者其实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然后我们到达评估就立即实施高级心脏救命术，持续的给他 CPR， 然后尝试的给予气管内管及给予强心针进行急救。
根据警方资料，沙坡塘溪渡水案件108人2件，109年1件，到即马这一件，每年拢会发生意外。每年渡水的人拢是外地游客，附近民众呼吁大家唔通看到溪水真清，煞唔知暗藏规矩。2米半以上，你一般不熟悉游泳、不熟悉水性的人，你下去的话，就可能会因为踩不到底而惊慌，然后溺水。沙坡塘溪属于林务局范围，虽然林管处有徛告示牌禁止耍水，不过开放水系政策了后，才已经无限制耍水，也是有真侪人继续来这撩溪耍水，呼救援人员是真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港里站最近甲教训班的业者合作，办奥多摆直线平行比慢的比赛哦，有真侪民众报名参加，第一名是一个学生囡仔。15公尺直线，伊骑30秒才骑到位哦，嘛摕到5000块的奖金。这项机车比慢的比赛选手伫15公尺长、30公分宽的直线赛道比3人上班，袂少人拢失败。安尼赛道其实是机车考照第一关的直线平行驾驶，标准是7秒过关。参赛当中有一名学生稳稳往那加油，往那打洞啊，最后用30秒通过成绩，摕到第一，奖金5000。一边加油一边刹车这样，用核心，然后对吧，就这样，然后就是死撑啊，死撑。公路局根据警政署统计，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当中，骑机车的人超过60%，这甲机车驾驶交通安全观念甲驾驶习惯有关系。不过伫考照进前上教训班，应有效降低机车事故。特别推广到今年11月30进前，补助全国2万的名额参加机车驾训，通过考照，政府补助13000。我们机车上驾训的部分了哈，我们所发生交通事故会降低20%，然后这些违规会降低32%，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数据哈。台东县这几年机车肇事率拢是第一名，将近60%。县府为鼓励县民参加机车驾训，县府特别增加佮补助1000，中央甲地方总共补助2300，也佮有抽奖活动。今站呼吁民众参加驾训考照，保障骑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一寡餐厅会用真简单使用的燃料锅来煮火锅，也毋过嘛造成真侪意外。消基会针对10件燃料锅来检测，发现有2件主要的成分无合规定，有4件中文的标示无合格。它有标示这个酒精膏有2件哈，那事实上因为它的成分都是甲醇哈，所以它如果标酒精，这是不符规定。那另外还有一些可能在这个制造日期、有效日期哈、原产地等等的哈，这些部分哈也有缺漏。那总共是4件不合格的商品。纯甲醇它是没有火焰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明火，但是你不知道它烧在哪里。火锅店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然后呢就直接添加在补充剂的时候，实际上这一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小朋友好奇就直接把水泼上去把它灭了，像那都非常危险，都会产生所谓的爆燃的一个现象。消基会表示，目前酒精锅的成分主要是甲醇哦，含量在1半以上。也毋过目前大部分哦，拢已经改名做燃料锅的标示咯。有部分商品哦，目前嘛是叫酒精锅，会互消费者准讲是安全无毒的。消基会嘛呼吁业者应该爱做正确标示。再来看外国渔港哦，就算专家客化，嘛是伫船顶的生活。渔业署嘛有改善渔港的一寡设备。目前伫25个渔港哦，有设29个浮陆井，14个会当休困的所在。望讲明年9成的渔港哦，拢会当有相关的设备。就算渔船客化外籍渔港，大多数选择伫船顶生活，食饭、困、洗身躯拢伫真细的空间。这几年来，渔业署来强化渔港内底硬体设施，来提供外籍船员洗身躯、休困、祈祷等等空间。目前已经伫25位渔港设置29大的洗身躯的所在，14大休困的所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渔港覆盖的渔工的人数已经达到59%点几。那这个当然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那我们预计到明年的时候，大概可以到90%以上。目前境内请的外籍渔港人数将近7000人，以宜兰、新北澎湖较侪。渔港团体表示乐见，因为过去政府较无重视渔港的人权，即马正拍拼咧修正。渔业署嘛设法甲县市政府、地方渔会来合作，找出无咧用的空间，提供予渔港来使用。但是也希望针对软体部分来补强。
在港边好，渔工他生病了、受伤了，但是港边因为它在比较偏远的偏乡的地方，那像在医疗这一块的，就是说协助就很弱。另外，针对渔船的资讯，渔业署嘛表示会有更较侪公开，其中之一是希望比照旅馆提供外籍渔工更较侪渔船的基本资讯，佮有空间的相片，互因会当选择嘛更较明确知影家己所工作的环境。希望用1年来完成建立相关的系统。记者林志坚台北报道。为了对风台发展有进一步了解，来提升风台预报的准确度，科技部发展头一粒海面风场观测卫星“6风者”已经组装完成了，相继明年的第1季会当发射升空。风台一日来，清在对台湾农业等等造成袂少伤害。为了掌握风台发展的过程，科技部投入发展头一粒海面风场观测卫星“6风者”。希望透过掌握海面反射的 GPS 信号，来推测风台强度等等的资讯，掌握气象。算是太空中心自己自制的第2颗卫星，然后同时可以验证大概10项自己发展的一些关键的元件跟技术所以我们很期待它上去的运转可以让我们的一些自制元件跟技术得到在我们所谓的飞行履历的验证。这样海面上的资料非常的少，那我们海面上的风就是定义台风的强度，还有台风的结构。那我们这类风者这个卫星刚好它就是在测量海面上的风，刚好可以补上这一块。科技部强调讲，6风者卫星包括相关的装备，拢总有82%是由台湾研发制作的。若是加上地面的设备，拢总有超过20间台湾研发单位来参与。还是台湾在全球低轨道卫星的风潮是对人会着的。台湾在地面设备的这个卫星的这个制造，我们已经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另外一个我要提醒，就是说它相关的应用也是一个占40%以上的这个机会哈。那这一块我也希望说，我们未来有很多公司、业界也可以来一起来努力。事实上，在7月初，科技部才在屏东旭海成功发射台湾头一支混合式类卫星载具火箭。科技部强调讲，目前因为6风者卫星的发射当地拍拼，按算在年底进前完成运送前审查会议，相信明年第1季会发射升空。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文学家佮文信杂志社推动台北文学馆的筹备处将成立，因希望讲台北文学馆会当来保存台北文学的历史资料，互世界会当看到台湾的文学。2、1，谢幕。伫济济文学家甲台北市政府团队的见证之下，台北文学馆筹备处正式挂牌成立。作家向阳表示，台北文学馆的成立会使互世界看到台湾文化的珍贵。它将是台北作为国际化的城市，代表着台湾的文学跟台北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或者展示的场所。台湾真侪文学作品拢咧描写台北人的生活，记录台北这个城市的变化。第一篇小说《台北人》的作者白先勇嘛，特别透过影片表达伊对台北文学馆的期待甲愿望。台北文学馆成立后，希望成为在台北市的一个文化地标。我们大家对这个台北市的文学馆都是非常期待、非常关切。我们希望这个文学馆在尽早成立。文信杂志社长洪德平为着台北文学馆的设立走总几日冬，嘛邀请超过100名的文学家、教授来讨论台北文学馆未来的模样。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办了10场5天的百人文化论坛、城市提案。那这100位的文化人的提案都非常认真的对待台北需要一个文学馆这样的事情。现场有真侪砖仔，顶悬是每一个文学家的签名。筹备只是开始，阁爱真侪人斗阵贴砖仔，这个台北文学的厝才有法度落成。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英国的戴安娜王妃过身25天了，伊精彩的人生故事有放去做电影，最近阁有一出纪录片，用真侪相关的新闻来描写王妃的一生，咱做伙来看卖。
sweet, kind. The princess has been the best thing to happen to the monarchy in centuries. Did you get a chance to see her? Yes. Chanted for her. 纪录片导演无真实新片王妃回征戴安娜王妃维吉纳时代到过身进前的新闻片段，将近2点钟影片交代伊短短37年的人生。博金斯无用传统纪录片用推广甲专访，全片用自然音，互观众伫无受感染的情景之下，重新熟悉这大家拢知影王室有名的人。Instead, use the archive as a kind of time machine to take audiences back into our collective pasts and allow them to relive the story would hopefully give us a chance at aiming at some of those kind of emotional truths that I think are still sort of lurking in the story. Your Royal Highness. Mummy. Family are all gathered in the drawing room. They are waiting. 因为真侪项电影大奖的史宾瑟是最近的戴安娜王妃题材电影，有影评形容克里斯汀·史都华诠释戴安娜是精湛，是10年来上完美的演出。Netflix 的王冠少年的戴安娜伫第4季登场，主演的艾玛可能无到30岁，而戴安娜的心情甲肢体动作是正同款，为赢到第1座金球奖演员奖。这用戴安娜为题材影剧作品，无同款的女名册描绘戴安娜王妃各有千秋。啊，毋过佮安怎共款镜头内底戴安娜王妃也是另外一个人，观众看无到伊真实模样。博金斯希望就这新闻片段，唤回观众的记忆，看到戴安娜王妃完整的人生，佮重新思考看待伊的方式。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丹麦最近咧进行一项5冬的计划，产水人员把麻草种到海峡的上下面，这种麻草毋会当来吸收二氧化碳，会当来重新培养鱼仔虾仔的生态地。产水人员藏入去水底，把本来规背的蔓草一株一株分开，种伫咧海床内，希望会当互因来保掠海中的二氧化碳。丹麦外爱乐集团甲南丹麦大学合作。进行一项5年的生态保育计划，伫咧较无海草、海洋生物的所在，用人工种蔓草，除了会当吸收二氧化碳，保护生态环境，也当减慢气候变迁的速度。What we do is we transplant eelgrass from one mother bed. We still have eelgrass in our fjord, but not that much. But we can take and transplant from the good areas into the remaining desert part of the fjord. 生物学家克里斯滕森讲，蔓草或者是海草是规个极原地区内面生命发展的基础。不过，伫咧过去30年，受到城市发展排出的污水，抑个建造时阵使用有害化学肥料的人为因素影响，这个蔓草甲海草中损失要到90%。那鱼无栖地，也不利气候变迁。I think this is must be our duty to be on the water gardener and help also to clean up the ocean sometimes and stuff like that. As soon as you've put down a shoot, something moves into it, whether it being little shrimps or little gobies or blennies or like needlefish. So nature is really calling for structure. 因为集团无法度家己发海草甲蔓草，只好用人工种，增加海底食物。产水人员甲蔓草垫伫咧会当自然分解的顶顶头，结果甲伊顶伫咧海床顶。经过努力，伫即马外爱乐集团4.15公顷的海床内面，已经种了10万株蔓草栽。They are binding a lot of CO2 and they are, depending on where on the sites we are choosing, then they have a quite nice capacity for storing permanently carbon dioxide as dead organic matter in the sediment. 研究显示，蔓草的碳储存量是温带甲热带森林的2倍。一英亩的蔓草平均一年会当掠300多公斤的二氧化碳，差不多是一台车走6200多公里的碳排放量。伫2年外前，附近有一个集团也执行过种蔓草的计划，伫即马食物生长的密度达到70倍，互会当移植蔓草的地区扩大差不多30%。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管区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